我係中國香港演員黃一飛啊！我拍戲都已經幾十年㗎啦，夜戲啊、通宵啊、趕進度啊、休息唔規律啊，對演員嚟講家常便飯啦。唉，後生嘅時候就頂得順我，但係年紀大機器壞啦嘛，最先出現嘅問題瞓覺。呢幾年我試過好多方法，老實講啊，我真正唔願意長期靠藥噶嘛，真係令我願意去體驗嘅就係原生道智能生命能量系統。有個好現實嘅原因，就係佢同我講得好清楚嘅，冇效果唔收錢。呢句話對我嚟講好重要噶噃，唔使話你先講俾錢咧，再講效果啊，而係先睇身體嘅反應，唔得嘅咁啊唔使繼續啦。第一次做嘅時候，哇，真係已經好明顯嘅感覺啊！成個人輕鬆咗好多，夠晒厲害啦！瞓覺嘅時候好快瞓着，之後咧再做咗大概3次左右，睡眠咧穩定明顯改善，夜晚黑就冇咁容易醒，日頭精神就好多。我今日講嘅咧唔係因為宣傳喎，而係因為我係見咗效果之後先至願意推薦嘅。原生道智能生命能量系統，航天科技調理失眠，冇效果，唔使俾錢嘅。